非常当初期间，阮爸母阮爱经过，生我进来出世。所有期间，我着真好命，算才是甲金汤匙出世，无烦恼食枪。我自细汉上算的去拜师学艺，锻炼了全身的好功夫，可惜文武相传呢。如今回转家中以来，伊爸母团圆，啥人了解？今日出外，望为四处游山玩水，希望会当介绍阮心意。如今观看这个风景，真雅观，意象不同。我想过来是阮的风霜。来到这个所在，嘛已经真久的时间，不如出示我文宝，赶紧赶路回转家中来去着先走我哈。零下我汉，不知为着啥代志，人风健康又小小平安，我叫向前上求的。